绵密柔软，带着淡淡的乳香，鲜奶油是我最爱的放纵滋味。若是和松饼一块入口，这就是小确幸。却没想到，在苗栗客庄的午后，拥有了不平凡的快乐。这咱里面红的吼，香蕉松饼啦。哦，这松饼看起来东好色耶。哟，你个牛皮强啊，讲得真好哦，哦，莫简单嘞。来到这一定要啊，鸟平强。鸟皮强。对，哎，这里有教人家讲这个鸟平。哎，就咱沙琪里嘛吼，那本身嘛就我来，政府政府所还蛮学推广。哦。陈旧的砖瓦在午后的阳光下散发沉稳缓慢的气息，堆叠起一整条街的复古氛围，让旅人能够把眼下的一景一物好好的放在心里。哎，老师，我刚刚有看到啊，外面啊有那个祥寿，我觉得跟别的地方好像都没有看过。对，那是打烂章鱼的东西，去按照天主。天主本身是代表本后代嘅子孙，更加繁荣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哦，还蛮妙的。打烂章鱼哦，係會看唔到，我都要多去看一下。偶遇了地珠后，对饶平的一切又有更多的认识。饶平特殊的文化特色，包括很多人都相赞。我也恰巧在技术堂里一一感受。平常在这儿的饶平话教学，也让这儿的空气都特别的饶平。咧技术堂是打咱站上界太庙，综合乡站应界祠堂。咧到民国24年天堂转撇的时，大家强力到乡站界北乡10字起来界，将按到技术堂。哦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东东鸟平卡都相赞哦。大部分嘅人综合相赞，你行到街路，凊彩翕一下，詹先生、詹小姐，千多人慢慢跳过来看。哦，很特别，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，三合院外地珠守护庇佑这片土地，东东鸟平卡都相赞。开枝散叶，让饶平的一切在这儿日日如常。